偉榮，今日咧有原浸心窗嘅，我哋咧有3個心窗咧，我哋一齊去睇下啦。咁第一個咧就係兒童部嘅4月10號繪本活動，係啦，琪琪嘅生日派對，我哋一齊去睇下片啦。咁兒童部咧喺4月12號舉辦咗兒童繪本活動啦，透過咧場地佈置啦，讓小朋友咧親自咧去進入故事世界喎，成為咧故事裏邊嘅其中一個主角啊！合作咧去解決故事中所提出嘅一啲嘅難題啦。咁活動咧係幫助小朋友去思考，亦都咧發揮創意喎。喺玩樂裏邊咧點樣去學習禮讓同埋互相分享嘅。唔單止咧小朋友好開心喎，當日咧仲有咧喺當中嘅導師啦，仲有家長咧都好投入活動，佢哋咧好開心。小朋友咧仲帶住佢個朋友仔一齊去聽故事添啊！呢個就係佢嘅朋友啦。感謝神咧，佢哋有一個好愉快嘅一日啦。咁第二條片呢，就係差傳年會嘅，每年呢，都喺3月份我哋有差傳年會雙週啦。今年呢，都好感恩，我哋由小朋友嘅良善詩班啦，到呢個咧老友記彩虹團契都有獻詩喎，齊心去侍奉，為咗差傳嘅宣教天國觀啦，喺當中呢，增添咗無限色彩嘅，而且喺市集裏邊呢，有10個唔同嘅攤位啦，喺為到唔同嘅工場咧去售賣佢當地嘅產品啦，喺經濟上面呢，幫助前線嘅宣教士喎，我哋一齊重溫下當日嘅活動啦。2026差傳市集，同行走多步，延續宣教心。咁啊，圈住嗰個咧就係宣教士嚟嘅。主耶穌，我要跟隨你到地極，尋找你，聆聽你微笑聲音，用我心貼近你心，傾聽你的心意，我求你喜悅的生命。我要跟隨你，一起爭戰力拼，齊心成全使命，你喜悅的生命。主耶穌，我要跟隨你到地極。好，第3條嘅短片啦，就係泰北短宣嘅。今年嘅泰北短宣呢，隊員探訪咗本會支持嘅泰北工場嘅宣教士啦，同埋佢嘅教會嘅，認識佢哋嘅服侍啦。同時呢，今次嘅短宣呢，充滿咗好多嘅眼淚，因為短宣隊呢，親身去接觸咗好多位山區教會嘅忠心服侍嘅牧者啦，聆聽佢哋嘅故事啦，佢哋點樣喺非常艱難同埋貧窮之下呢，仍然去堅持侍奉主、牧養教會嘅。咁我哋一齊去睇下片啦。天太美麗，無什麼可取替，唯求將心全然給主，來彰顯主愛多珍貴。終生愛神，傾心傾意愛別人，才覺生命沒有枉費。
忠於使命，不惜一切來回應，能侍奉你是最尊貴。咁咧，我都好好奇小朋友點可以認得到佢自己嗰對拖鞋嘅，係啦，佢哋有一個特別嘅技能。